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5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国内伫今仔日增加76个本土病例，有5个人死亡。另外，对于6月27日开始入境管制变较严格，双北的果菜市场会加强管理。日本进前送予台湾124万剂 AZ 疫苗，正国加送100万剂来。外交部也对日本表示感谢。台北市联合病院药品疫区有一位负责专职病房护理师注过2单 AZ 疫苗，想未到却阁验到无害气焰。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消息。讲到今仔日是增加76个本土病例，也有5个人死亡。伫咧本土病例部分，犹原是新北市上介济有32例，台北市也有20例。另外，对6月27日开始入境检疫会变更较严格咯。湘北地区的果菜批发市场也会加强管制措施。咱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介新的说明。今天的确定的病例，那本土的病例有76。那死亡的个案有5名，而且一个居隔居检的阳性，那代表意义就是说这些34个这些34个案例基本上是在我们的控制之内，像印度、英国、秘鲁、以色列、印尼及孟加拉等7国，那入境的旅客，换句话说，他过去有14天的旅游史含转机。那就在进去一定要在我们的集中检疫所集中检疫14天。所有的运农产品的司机跟司机的随车人员，总共1570个人。我们透过我们疫情指挥中心这一边，请所有各县市政府所开设的快筛站，让这些的司机跟随车人员全部要去做筛检。那在下礼拜2开始，他们要全部持这样的一个阴性证明，针对所有的这些临批市场。那我们要全力的来做好所有的防疫。日本伫咧6月初有送予台湾124万剂 AZ 疫苗，伫今仔日佫宣布讲会佫再另外送100万剂来。日本政府表示讲应该伫7月就会送到位啊。咱的外交部也针对着日本赞助疫苗予台湾的行为表示感谢。日本自6月初无偿提供124万剂 AZ 疫苗予台湾了后，日本外交部自5号举行记者会，外相国务勉强表示，会追加提供100万剂 AZ 疫苗予台湾，有果会伫7月运送到台湾。またすでにですね、第1弾の供与を行いました台湾、ベトナムについても、それぞれ約100万回分の追加供与を行う予定であります。这是在这个月6月4号捐赠我方124万剂 AZ 疫苗之后，我们看到日本再度对我国第2波援助。外交部我们仅代表台湾政府跟人民向日方表达我方的诚挚感谢。木部表示，日本政府感谢台湾伫10年前当日本大地震发生时阵的援助，也理解台湾目前继续面临疫苗不够的情形，对日本继续提供台湾疫苗协助。外交部强调，敢若代表台湾政府甲人民向日本方面表达诚心的感谢。另外，疫苗的相关后续作业，台湾会继续甲日本方面密切联络协调，有具体结果可对外说明。这个周末呢是26号、27号，那也就是在6月30号之前，应该还会分批来到疫苗。刚刚已经说明了疫苗到就会跟大家说明。2号透早有资深媒体人伫个节目当中表示，各疫苗这个9月要来台湾，引起是不是日本等国各 AZ 疫苗要提供台湾的讨论，好亲像也为避免意外发生。指挥中心的态度真低调，只强调若疫苗会对外报告。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真侪民众已经甲人主问讲要去注疫苗啊，说是临时无到位。疫苗药水若准一罐开落，就爱甲注好了。为着卖讨债，指挥中心今早起宣布讲，对今仔开始开放18岁以上一般的民众，会当去注问这款用无了疫苗，限定逐工上尾去罐。有不少人即马无想要去做新冠疫苗，为防止民众有药了后个临时无要去，造成疫苗浪费。疫情指挥中心礼拜5、2号宣布，即马开始各医疗院所应开放候补名单做疫苗，也是以第1到第10类优先做的对象。另外也开放无第2优先对象来登记，只18岁以上大人都应有要登记候补。每一个医疗院所，他们依照这样的一个原则跟顺序。
那去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备用的资料库，我相信就可以去顺利的将这些残剂来做施打，那也不至于造成浪费。指挥中心强调，一罐疫苗差不多用做12份，因为开关了后有保存的期限，所以只限逐工最后一罐疫苗暂时开放后补来做。目前医院无建议男做伙抽来做，而且最后一批莫德纳疫苗会伫6月30暗时配送到各县市卫生局，7月初1开始就应开始做。接种的对象只是持续持续之后再扩大。那所以7月1号抵达之后呢，就接续他们做好准备，就可以7月1号抵达之后就可以开始来做接种注射的作业。另外，已经做完第1剂疫苗民众，指挥中心也宣布，即马开始开放做 A 剂疫苗第2剂。无论进行第1剂是自费或者是公费，拢用来做。另外，7月初1开始也要开放民众做莫德纳第2剂。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做疫苗，若阵疫苗是注甲上尾一罐，这个数量这阵人阁无够多，就会有剩。台中市政府也遵照着中央的规定，甲剩的疫苗予一般的民众来做。就真侪民众透早就来问，市政府表示讲，若阵会当来规划，会当先来注文，若阵有剩就会通知民众来做。疫苗注射站来真侪时段准备做疫苗，外口有民众咧等待，想要确认敢有驻村的疫苗会当做。会进进出出每个家庭，尤其是有老人家的住户。我们等到我们后面3000万人口打完这些，我们还是属于后面打不到的。真侪民众表示，家己毋是第1类到第6类的人员，但是也是想要等看卖敢会当注到驻村的疫苗。台中即马开放到77岁以上的时段，还有67岁原住民来注疫苗。敢若24即天就9968人来注疫苗。但是最近注射率有较落，也产生真侪驻村的量。因安尼开放予非优先注射的对象，用注文的方式提供一般民众来注射。如果有残剂，那我们就会通知那个有登记的民众来施打。那真的不能确保说当天一定会有残剂，那我们就会看当天的状况来通知登记的人。工作人员先请民众离开，虽然按照规定一罐疫苗要注10个人，但是要先把优先注射的对象注好了，才会当确定驻村的量。市府表示，按照和中央的会议记录，若是有驻村的量，要先问4边敢有第1类到第6类的人员，刷落来是第7类到第10类，若是拢无，才会当通知有注文的民众来注。如果刚好有，那你现在没有人可以打的话，就浪费掉了。我还很考虑，怎么说？因为可能现在副作用的关系吧。未少人表示希望用卖浪费的原则，尽量让有需要的民众来注射。市府也表示，上尾县驻村的量除了会立名单登记，也用中央的规定来注射，避免浪费或者是争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疫苗，唔是仙丹妙药，注射了后，犹原是爱挂嘴暗接洗手。伫咧台北市联合病院阳明医区，由负责专职病办护理师已经注过2筒 AD 疫苗了后，犹原是染到武汉肺炎。病院表示讲，目前有18位相关的接触者拢有采检过，目前拢是阴性的。台北市联医阳明医区告表出护理师确诊的消息。外传染疫的这名护理师，伫3月30日注第1剂 A 剂疫苗，伫5月底进入专职病房，负责照顾确诊甲技术过限。6月初1按照时程注 A 剂第2剂，搁伫6月初7、14检验，结果拢是阴性。按过2剂检验却出现是阳性。医方出面证实这个消息，并且表示已经扣列相关人员18人采检拢是阴性。阳明院区每周进行高危单位采检，在6月23日发现有一名专责病房护理师确诊，这位护理师已经完成2剂 A 剂疫苗接种。照顾病人时均穿着3级防护。事实上，早伫6月初2，阳明医区就发生收治确诊个案了后，有医护人员伫查讲的过程中，无细致互患者吐出来物件喷着，结果有5个医护人员就安尼确诊。后续科内相关人员阁发现3人染疫，这事件造成8人确诊。虽然23确诊的这名护理师甲进前的确诊群组无关系，不过医师就讲，注2剂因加强保
保护力，不过保护力不是100%。空气中只要一个高病毒量的一个确诊患者，其实会存在许多病毒微粒透过气溶胶影响到工作人员。疫苗接种以后，有的人的基因对某些病毒的那个免疫反应就是会比较差，不管是自然感染或者是打疫苗都是这样子。如果不是碰到那种情形的时候，当然就有可能会有漏网之鱼，就是打了疫苗以后还会得到感染啦。伊需要提醒，新冠疫苗保护力本来就不是亲像大家所想的，而是看治疗后是不是会产生长久的抗体，甲部分民众呼吸道的状况。亲像食粉的人，表皮细胞或者是黏膜相对都较弱，也是可能互病毒撑过去。不过有组疫苗依然是好处较济，至少会降低重症率甲死亡率。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北龙发生群组感染事件的关系，对市市开始，那准备入去台北市第1甲第2果菜市场，拢爱有快筛阴性的证明。不过，所有人到今仔日有关是唔知头唔知影尾。为着要防止疫情摊开，中央有建议地方政府就要加强批发市场的体检甲管控，邀请地方政府爱协助疫情的调查。手提5月底快筛阳性的证明，想要入去北龙的一个查甫人是市场的承销商，才拄结束隔离，煞唔知影就该去做一摆快筛，互人拒绝入场。啊，若袂当入味的，阁有一个阿伯。装笑的啊！已经洗2工啊啦，今仔日无啊啦。这个阿伯骑奥多摆要来北龙做快筛，煞因为快筛站到2时就结束啊，无法度快筛，互伊心肝火倒。啊，若共款无奈的，阁一楼滨江市场的大商。大家都会害怕了。像我们也会啊，而且这几天更糟糕，生意做没有什么生意做了。当然是老板负责人先打，然后员工再分批打了。市场当咧实施看身份证号码买数入场管制，佮加上北龙群组感染事件，民众要来采买意愿是大降低。啊，若大商除了逐礼拜拢爱做快筛，当时爱做疫苗，也爱等北龙来安排。准备在大商去做疫苗的马术，一透早就伫市场外口等待。不过有袂少员工烦恼家己无伫注射名单内。这几天筛检了5000多，已经超过我们造册的名单。那因为时间来得仓促，所以不见得说能够很周全的完全列册。就北龙的事件请全国各县市一起来通力。那这个也已经请北龙台北市呢第一个紧速完成市场人员的 PCR 检测的作业。为着防堵北龙事件扩大，中央建议地方政府加强批发市场的体检甲健康监测，也请各县市政府协助疫调。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正注意新北果菜公司要落实防疫管理。日后顶部伊阁到集中检疫所视察，强调因应北龙事件，新北的安置量能一定有够。新北市不但有6个集中检疫所。量能也是全国最多的1308房，目前使用了366，还有942，我们的量能一定够。侯友宜指出，继续体检找出所有的传播链，这疫情也会当减少对医疗量能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北龙群组感染事件影响，花莲菜市运销合作社也开始甲员工中盘一个大头总共有400多人进行快筛。为降低传染风险，花莲所高运销合作社自5早起伫新北北大楼停车场头前设快筛站，合作社人员、运费司机、打翻一个结案向农会200人拢过来检验。在市场的话要小心啦，对，怎么说？还是要注意啊，因为来往的人太多了。那我们的对象是花书里面的摊商还有盘商都可以来做，当然邻近的居民也可以来做花莲运去北龙的菜市主要是韭菜甲香瓜树，结案农会有49人轮流北上拍卖，这人22已经体检全部阴性，为防范未来，也要采取全面快筛阴性了后，才能进入营业。礼拜1开始，只要进合作社来营业的这些所有摊商跟承销人这全部一定要持有这个快筛阴性的检验报告，才能够进来合作社营业。目前有312个单位，100间承销商，社员总共800人，目前只有412个去快筛。官府呼吁相关人员赶紧配合体检，不过未少打翻事后表示，现场拢无保持安全距离，所以才未想要去群聚。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的下晡新闻，由咱替咱的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头胃肠病例的情形。今仔日有增加76个本土病例，也有5个人死亡。伫咧台北市的部分，也有增加20例，新北市有32例，也是上界多。讲到桃园的部分是有10例，新竹县有4例。苗栗有3例，彰化和高雄拢有2例，宜兰、嘉南、台中拢是1例。目前咱台湾的总病例数已经超过14400例啊！咱继续来关心到咱台湾人口的问题。讲到这个高雄的部分啊，有一对嫁到台湾的印尼姊妹啊，因竟然伫咧做人口爆写的乌心带，甲因印尼的共乡骗来到台湾了后，唔但甲因关起来，甚至逼因去做粗工。目前知影讲有3个人去互因苦毒。移民署表示，讲这款犯法的行为已经做真久，也做真济，恐惊受害者唔那一寡人。你开门者。移民署曾针对人员来到嫌犯的厝门口，伊甲谨慎来过路是虾米人？离员警要求之下开门，但问伊的职业，这名穿着白色上衣的女嫌犯，敢若讲伫红色的公司上班。你在做啥物工课？我甲阮翁斗做工课。这名女子是印尼籍，嫁来台湾20冬，所互移民署发现，有可能甲伊的亲姐姐还佫翁婿从事着人口的贩运，骗共乡讲会当帮因合法来代办着移工的签证，还佫有机票。等甲人来到台湾了后，说是甲因送去已经先讲好，要互因做乌工的场所，控制着被害人的行动，嘛靠因的薪水，才所赚着的金额，说互因用来买名车，过着真好的生活，佫翕相去网络，讲家己真好嫁。引诱被害人来台，被害人来台后，让他们从事黑工，并从中剥削薪资及监禁控制行动，以获取不法利益。移民署表示，嫌犯所在所在找到真侪犯案的手机，还佫有小簿仔。检察官将要甲3个人以人口贩运等罪嫌来提起公诉，初步掌握着被害人有3位男性。不过，这个集团运作真侪档，恐惊毋是干那这个人已经咧扩大清查。记者王刘婷丹现困高雄报道。受到疫情影响，大家压力真大，火气也真大。而是伫咧台南，着民众要做体检，煞对医护人员匹配叫。另外，伫台南昨暗时有7个人伫一间私人公庙内面食毒品4克啊，警方也依法甲这群人抓去治罪。监视器外边会当看到，医护人员当咧向一位民众解说体检的流程和注意的代志，但后来医护所发现，这位民众并无互可列，依法爱自费体检。一位姓李的民众疑似不满，就骂医护人员堵笑，骑车离开。外界也替医护人员感觉委屈，不过疑误体检站人员出面驳回讲，并无互这位民众错。我是在站，我有听到他情绪很激动啊。他说他如果不给他快筛呀，如果他死了要怎么办呢？他这样讲，但是他没有针对我们都没有针对我们做言语攻击都没有啦。虽然医护人员无追究，但是台湾3级警戒期间，医护是无用刺杀，所以要是发生这款冲突的事件，针对这件代志，台南市长吴依德是呼吁讲，要加体谅医护人员，也那警方这边是受理报案，依法办理。对待他们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也事后也表示不愿意追究。至于当事人依法该怎么处理，我们就怎么处理。也希望说大家体谅一下医护人员的辛劳。另外，全国3级警戒延长到7月10日，但要是有民众唔配合，台南市警3分局24个清早，伫安南区的一间庙查到7个人均自开讲，甚至佫撞到其中有2位男性承认有食 K 他命，事后按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法，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在场的所有人也按照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而且卫生局裁罚。有查到7名的刑具，另外其中2名涉及大 K。我们警方对维社会治安的工作不会松懈。全国3级警戒佮延长，也互民众的情绪较无稳定。但公部门也呼吁讲，应该体谅相关单位的辛苦，全民互相谅解，共心同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全国3级警戒是继续延长到7月10日，不过京新全校附设幼儿园内面有3成囡仔，因为爸爸妈妈拢是医护人员，也考虑到疫情当咧关卡，医护人员是无法度请假的。目前这个幼儿园有继续伫咧顾囡仔，逐天有6个囡仔会去到遐，一个老师带2个囡仔是分开照顾。挂嘴暗的小朋友一透早对着老师到教室外口的草坡进行例行体能活动。这囡仔拢是医护囝儿，命令全国3级警戒停课，爸爸妈妈却无法度请假。依据教育局规范，幼儿园会当提供基本照顾，
不过经新庄校附幼是有关规格，无并班，由原地的班级老师来上课。我们的孩子没有并班，我们不会因为今天来2个孩子，他们不同班，我们就只来1个老师，没有。我们就是你，比如说你是小班的小孩，那我们就是小班老师来照顾。院方表示，因为有3成幼生拢是医护家儿，烦恼为病医着病喂护家庭。停课第1礼拜，有家庭将幼儿请亲戚照顾，也是请假。不过停课时间一直久长，考虑家长托育需求，幼儿园逐礼拜较早收托需求，让家长会当安心托育。那他们就说：“我妈妈很忙，我妈妈很累。”啊，有的家长、有的小孩会这么说。对，那真的是孩子是小啦，但是他们都还蛮体谅家长。园方表示，园内本来就是高规格防疫，即马来上课的囡仔无济，只有食饭的时间将喙罨摕落来分倒食饭，其他时间拢是落实全程挂喙罨。自3级防疫以来，幼儿的健康状况拢真良好。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防疫的关系，目前机场的公共空间拢是袂当食物件。若准旅客有需要，是会当早去无人机顶头食。不过，就人质疑讲，安尼敢会造成传染的风险的。当机场表示讲，这是必要的防疫措施，也建议旅客上无人机进前会当先食饱。机场航空公司贵宾室内空看袂到旅客。吧台上也无提供任何餐点，甚至连咖啡拢无供应，只有管仔矿泉水甲饮水机的白滚水。影响中央防疫政策，机场贵宾室餐点拢改做提供西点餐盒，也是饭盒仔，也拢只会当炸出去。因为配合政府的政策，所以贵宾室内都禁止内用。那航厦里面可以用餐吗？航厦内也不能够用餐，所以只能上飞机再用。对，只能上飞机的时候再用。不过最近有旅客反映，登机前到航空公司贵宾室领到餐盒，不过遮尔大的航站内全部拢禁止食物件，只会当炸上空间下密闭的飞人机顶食。至于安尼敢有较安全，传染危险性毋是更较悬。在强化3级警戒期间，那我们所有的餐厅、饮食街、航空公司的贵宾室及商务中心所提供的餐饮服务，一律改为外带形式。桃机公司表示，桃园机场采取高规格防疫措施，全面禁止旅客甲工作人员伫航站公共空间食物件，除了必要的饮水之外，拢需要全程挂喙罨。防疫期间真侪无方便，拢是为了安全，请旅客原谅，也建议旅客伫出发进前先食好饱。记者综合报道。行动无方便的人需要一寡辅助工具来甲因斗相共，也为着避免感染的风险，高雄市的辅具中心甲照辅具的申请安怎使用的教学，改做是线顶办理，而且辅具中心也找到货运行愿意配合，互民众唔免出门就当照着辅具啊。等一下，在做任何的那个评估的时候，你们的铁卷尺不可以弯折到哦。工作人员为申请辅具补助的民众试还安怎量寸尺，疫情期间为着减少接触的风险，高雄市辅具中心改用线上评估，互民众会当赶紧完成评估并申请补助，也是借辅具。但3级警戒嘛，互部分辅具运送拄着困难。高楼层的部分呢，就必须邀请货运这边来做处理。那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的货运都停止服务。对，那所以这个也是在整个病床输送上面呢，也遇到很大的一个问题。货运中心来到辅具中心，将照顾床搬去货车顶管。一位老先生申请借照顾床，想要将安宁病房着癌症的太太接转去厝照顾，却找无愿意上床的货运。辅具中心赶紧替因找愿意协助的货运。病床就是现在疫情这样子，大家都是会比较需要嘛，一定会是很需要才会需要出床或退床，然后我们就是还是需要服务这一块。稍微会，但是我们还是有做好防疫的工作啊，就是尽量去避免接触。社会局表示，为着便利民众减少外出的风险，通过辅具补助者，补助款除了会当由代偿店铺厂商协助申办以外，原本民众爱伫半冬内完成购买甲申请，即卖会当延到今年底进前完成就会使。记者陈焕武、面交关高雄报道。搁在28天就要举行东京奥运啊！咱台湾队已经摕到伫咧17项运动摕到51个参赛资格，也因为一寡运动国际总会也未公布正式名单。体育署表示讲，上紧伫7月初5就会当确定有偌济选手会去参加东京奥运。目标是希望讲有60个参赛资格。
年初伫咧泰国连拍3场比赛，返来台湾了后，羽毛球世界球后戴资颖原本5月底才要出国参加马来西亚甲新加坡公开赛，但是国际疫情严重，2个公开赛喊停。戴资颖敢若会当伫咧国训中心训练。生涯第3届要去拍奥运，戴资颖接受世界羽毛球总会访问，讲心情甲目标。我觉得奥运还是一个就是非常神圣重大的比赛，对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去拿到牌。奥运还是会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比赛时阵的无稳定，甲年岁较大，身躯的伤，戴资颖是直接讲，阁有真侪挑战要面对，但是游玩希望摕到牌为目标。虽然戴资颖摕到奥运的门票是无问题，但是因为顶半年真侪国际比赛无办 ，BWF 游玩也未正式公布名单。羽球。它呢，公布的时间是6月25号才会公布的第一波，最后版本确定的部分又要到7月5号哈。另外高尔夫的部分呢是在6月29号，预计在7月5号的时候呢，各项的运动项目才能够正式完全产生。体育署评估羽毛球的戴资颖、周天成、王子维甲蓝翔50应该无问题。招标项目的陈开如、陈家甲杨俊涵，甲网球的吕翔拢有机会。最后应该会当伫咧18个运动摕到60个参赛资格，超过2012伦敦奥运44席，甲2016里约奥运的58席。记者是新志明台北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佛州有一栋12楼高的楼瓦厝，地址是向放弃。当地政府表示，讲目前有找到100控制的人，拢是安全的，不过有关有99个人失踪。消防员伫咧厝房的现场，找到这个查甫囡仔，赶紧甲救出来。内面还有偌侪人，还有代志是安怎发生的，到怎么也唔知。10th floor, looking at the beach. And you haven't heard anything? No. 附近的民众讲，先听到厝房内正大声的声音，尾仔就规个拢烟。What was the first thing that was going through your mind when you saw that cloud of dust coming towards you? What the F is going on? That was the first thing that was happening. You know, we have friends who have family that live in the building. We had dogs out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looking for survivors in the rubble, but it was just so dangerous and so dark. The problem is the building has literally pancaked. 24，一栋挖海边啊12层楼高的主体大楼突然间崩落，建筑体有2/3崩落，内面的计件家具拢看现现。发生社报道讲，至少有18位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居民失踪。Se están escapando en Argentina del COVID, que está bastante complicado ahora. Y bueno, como ya dije, es una familia que luchó toda su vida, son de la comunidad LGBT. A la hija, después de años de sacrificio. I'm going over there to sleep over, and but something changed my mind because I was looking the soccer game, and I said, oh, let me go Brazil and Colombia. 这马搜救工作自崩落所在顶头向下骹，一直到国家内面找人。地方媒体报道讲，这栋大楼1981年起好，内面有130户。代志发生进前，大楼的厝顶正伫咧施工，验过地方官员讲，厝倒来原因还阁伫咧调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美国总统拜登第24同意一份由参议院所提出的协议，爱开美金1.2条，甲车路、高速公路等等全部翻新的基础建设，也希望讲借着这个机会刺激国内经济。We had a really good meeting. And answer the direct question, we have a deal. 美国总统拜登24宣布同意联邦参议员提出的1.2条美金，大约34条代票的跨党派协议，以翻新全美国道路、桥梁甲公路等基础建设，同时达到刺激经济。We didn't get everything we wanted, but we came up with a good compromise that's going to help the American people. This is about infrastructure. 这项为期8年的计划提案，包括5790亿美金的新支出案，针对全美国电力网、宽频网络服务、客货运铁路等项目做出重大投资。It invests in green energy and climate, recognizing the changing nature of our country and our future. It invests in broadband, in our power grid, in our structures.
根據北京，這個提案將投入1090億美金伫道路橋梁，260億美金伫鐵路服務，490億美金伫大眾運輸，250億美金伫機場等，又過排除原地4000億的長照甲失能照護開支。兩黨有計共同拍拼，互計劃過關，這也代表拜登的施政目標取得重大突破。公視新聞林浩如編譯。香港的《蘋果日報》宣布被收起來，美國總統拜登也表示遺憾，而且透過白宮發表聲明，呼籲中國唔通擱再打壓媒體啊。日本政府的發言人嘛表示，香港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退步真濟，真正是使人煩惱。香港《蘋果日報》的員工為最後一份報紙出刊歡呼。香港《蘋果日報》離世今日歷史。因為港府以港版國安法凍結一段美資產，日本政府發言人官房長官加藤勝信表示擔心。香港がこれまで享受してきた民主的安定的な発展の基礎となる言論の自由や報道の自由を大きく後退させるものであり、重大な懸念を強め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加藤勝信講會要求中國加香港當局依照香港基本法保障言論自由加報道自由。也會甲國際社會合作，強烈關心中國。對此，中國外交部回應：日本干涉香港的事務加中國的內政，嚴重違反國際法加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國未接受。香港是法治社會，不是法外天堂。新聞自由不是免罪牌，反中亂港沒有法外權。美國總統拜登透過白宮發聲明表達惋惜，伊強調北京透過港版國安法逮捕、威脅，也個強推挺法異議分子，毫無講聲音點點。伊希望北京停止鎖定獨立媒體，釋放被拘留的記者一個媒體高層。公視新聞陳偉林、張建光編譯。加拿大的原住民團體宣布講，英國發現一個學校的遺址，而且內面有超過900個蟲仔離開學校，而且佫活落來的人表示，因迄當時攏住佇學寮內面，而且逐工攏無食飽，甚至學校甲因宗教霸凌。加拿大的原住民團體強調講，回釋的只是降低傷害一個階段，教宗應該愛針對着這單代誌公開回釋的。幾落百個無名的夢，佇咧加拿大的薩斯克策溫省，一間原住民寄宿學校的遺址被發現。加拿大主權原住民聯盟表示，新發現的無名的夢，數目是到目前為止加拿大境內上多。We started our radar penetrating research on June the 2nd of 2021. As of yesterday, we have hit 751 unmarked graves. 原住民團體強調，這個都唔是亂撞工，而是無名的夢，因為探測雷達的數據有10%到15%的誤差，因此人確定，而且只有600座無名的夢。幸存者回講，因迄當陣唔捌食飽過，而且學校定定體罰學生，而且甲原住民形容也這是異教徒。They told us our people, ou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had they didn't have a way to be spiritual because we were all heathens. 其實今年5月，加拿大則佇咧另外一個原住民寄宿學校原本的所在，發現真濟一個若剩骨頭的囡仔的屍體。自1831年到1996年，加拿大寄宿學校體系甲15萬名原住民囡仔家庭拆線，受迫害的囡仔影響不良，身體受虐待，也被性侵。The Pope needs to apologize for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 Maryville Residential School, impact on Cowes' First Nation, survivors and descendants. An apology is one stage of many in the healing journey. 高雄方志哥佇咧6月初北講，伊感覺真悲痛。加拿大聯邦政府也捌佇咧2008年針對寄宿學校的體制道歉，
不过负责经营大部分这种学校的天主教会，到即马也无表示道歉。公司新闻张伟林报道。参谋总长黄树讲，因为年会到6月底特别退伍，国防部第24也发布新的人事调动，由陆军司令陈宝仪7月会接任参谋总长，也因为讲伊的资历真丰富，受到外界肯定。另外，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是唔捌停过。美国最高将领表示讲，中国伫这2年应该是袂侵犯台湾。咱的外交部长高教授也讲，若准中国想要消极，也着爱付出代价。参谋总长黄树讲，6月底年会到退伍，国防部及时发布新的人事异动，由陆军司令陈宝仪接任参谋总长，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是演普上将接任陆军司令，国防大学校长王信良是调任国防部军备副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张铁平接任国防大学校长。因此7月生效，也予国防部各出现部长、军备副部长、参谋总长3巨头拢由陆军出任的现象。下台，好，太好了，做成记录。如果说今天海军有弊案，有任何人违法，国防部任何人违法，我退伍。就那么简单。不伫立法院经过韩会国军64岁陈宝仪是当引阳，陆军资历真丰富，观念进步。热爱3体，伫陆军推动运动员战术，被叫做是陆军改革派，受到网友的侮辱。国防院学者苏志芬认为，以应台海局势，未来采取作战区编制，陆军担任总长指挥，海空担任战区指挥官，相信推动改制会较顺利。What I said was near term. In my definition, that's 1 to 2 years. I don't see China. They could make decisions whatever they want to do, but I don't see it happening right out of the blue. There's no reason for it, and the cost to China far exceeds the benefit. 中国军事动作真济，美军最高将领米利23伫国会表示，中国应该袂伫1年之内侵犯台湾。米利也表示，维持台湾海峡和平对美国是真重要。外交部长高教授接受美国新安全访时也表示，中国一直发展军力，台湾爱做好甲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准备。假使因想要对台湾发动战争，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 AIT 处长李英杰特别落任离开台湾啊，总统蔡英文今仔日也接见李英杰的阿母，也亲身颁发大寿景星勋章给李英杰，感谢伊对台美关系打拼和贡献，同时也肯定李英杰伫任内付出。有最近的疫苗提供，未来几周将要召开的 TIFA 会谈，以及近年来 GCTF 持续扩大规模和议题，这些具体的成就都不断的在深化台美的关系，这就是真朋友、真进展。These donated vaccines during this difficult time in Taiwan has been described as timely rain, 及时雨, but it poi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s real friends, 真朋友, who help each other in times of need. As I assumed my position as AIT Director, I outlined 4 priorities. I am pleased that we have made real progress, 真进展, in all of these areas. 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咱台湾的经济。根据到台经院公布上新的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甲营建业拢有伫咧退步。其中，汽车制造业、线卖甲产旅业对未来半年景气感觉是无乐观。不过，就学者认为讲，疫情对制造业犹原也未造成大规模的停工，认为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也是有机会保调5%。三级警戒延长到7月12日，大部分的商场减少营业时间，或者是自主停业。大部分的民众也配合防疫，减少出外消费，严重冲击服务业的表现。餐饮业5月营收年减的幅度将近2成，而且6月营收表现也会较歹。那6月份算进去的话，可能衰退幅度会扩大，不排除超过衰退大概3成。根据台经院公布上新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105点指数，比顶个月61.28。服务业是98.25，比顶个月61.24点，已经连续2个月落盘。整体观察，汽车制造业、零售业、产旅业、证券业等对未来半年景气感觉悲观。目前受到影响比较多的，大概在服务业跟营建业，因为是以内需为主。然后我们看到服务业是下降了2.24点，营建业是
往下降了3.28点，大家都跟这一波的疫情有关系。不动产方面，因为房地合一税2.0，7月都要上路，5月买卖转移的动作还未反映疫情干扰。啊，不过受3级警戒影响，全台看错人数拢减少，尤其是重灾区上北是上明显。不过第3季的销售是难得震撼期。政府打炒房相关的一些政策，那么将会陆续的一些浮现它的一个效应。是在疫情当然也减少了民众外出看屋的这个部分，所以短期之内的一个销售震动期啊，其实是难免的。在经济有果，最近变种病毒滚价，英国、日本、泰国等地区疫情搁起来，互经济陷入封锁甲解封的循环。啊，不过台湾5、6月出口成长并无衰退，而且疫苗注射率升悬当中。随着纾困上路，今年经济成长率依然有机会上看5%，并无悲观。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甲纾困4点控的范围也搁较宽，不过劳工团体认为讲政府用做一届补贴的方式，敢若治标无治本，所以劳工团体就搁再召开记者会，希望会当公开企业申请纾困的资料，也着爱放定商业服务业的申请标准，才法度对根本来改善劳工的问题。3级警戒延长，旅游景点台北的西门町看起来冷冷清清。虽然一寡较有名的店也是有开，但过明显排队人加较少。而且不管是行路区或者是边仔的车路，真多店拢挂要出租的看板。疫情影响各产业，行政院也搁在推出纾困4.0经济方案。劳团肯定有补贴的规划，但过也认为无魄力核心。疫情如果持续的延续下去，或者是疫情即便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控制，那我们的经济就会立刻复苏吗？应该要去思考怎么样扣合稳定就业市场。如果你只是要发钱而已，解决你的政治危机，它并不会真的让台湾的经济甚至是劳动市场受到稳定的效果。劳团讲，在纾困4.0内面有74.4%的福人车的劳工。因为头家无申请纾困，96%的劳工认为纾困4.0的政策协助无够，而且就算有一次性的补助，但是疫情境界搁再延长是要安怎？政府要放宽商业服务业的申请营运补贴的门槛，那同时取消以正职员工数作为补助依据，按月来补贴商业服务业的劳工。达到基本工资的水平，由企业去申请之后呢，给予劳工，并且依法绑定减班休息的通报。劳团希望主管机关就要检讨纾困4.0的缺失，赶紧对后一波纾困提出明确的规划。除了绑定商业服务营运补贴的条件，另外让公开企业申请纾困的资料，提高失业给付，服务家庭照顾者爱有薪水。并且开劳资情3方会议，改善公司三北的政策，也改善疫情中所出现的劳动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林地若准发生水崩山，会造成山区居民的威胁，甚至讲若准用这个红木土甲山壁框起来，说颠倒造成生态破坏。林务局这几年有伫咧推动国有林地治理生态优先机制，希望找到人甲野生动物会当做伙共存的可能性。为茶座的楼梯行落来，张水拔轻轻松松地当出入双zan沟，唔免搁再受困伫咧沉沙池内底。一个排水设施内底四脚啊，卖当伫工程人员替因设置的竹仔顶悬休困一下。这拢是林务局这几年推动的国有林地治理优先机制。伫咧施工的时阵，嘛得爱顾虑到野生动物的生存所设计出来的机关。其实花的经费不多。甚至都不需要去改变原有的就地取材，就让这个动物可以运用这些小的设施，能够脱困。对环境友善的设计，也有宜兰大洞的出水溪，风灾过去了后，相关单位伫咧溪道顶悬设置用来固定的石头啊，水流有变较慢，成做一个潭。不过潭底阁无石头，水草无法度调伫顶悬，致使食水草的苦火消失，敢若剩溪膏伫内底。
另外，罗东的林管处是伫咧地理区的顶悬保留一寡石头无甲固定，会对水流冷来冷去，就发度予更较多元的物种伫遮生态。石头其实组成了山区溪流的骨架，那也组成了在这个秩序当中有变化的基地，留给河流可以伸展摆荡的空间，才有机会找到最长久又最精简清亮的一个治理方式。林务局表示，国有林地发生土石流、山坡地放弃，对山区的居民是有真大的危害。为着要确保因的安全，施工是绝对有必要的。不过，有关是希望透过环境友善机制来减轻工程对生态扰动甲破坏，尽量学习顺应自然的道理，达成甲野生动物共存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12月，伫台东的海端乡有救到一只受伤的台湾乌熊，经过这半年来照顾，也变甲真大只，今夜刷到训练场去，希望早一日会当互伊转到大自然。5日含这正真卡去调咧，身躯个中3穿的这只台湾乌熊，就医赶紧伫野外替乌熊处理伤口，佮马上为台东海端乡的勘定部落送到滨口台野生动物保育中心，带入到后病房治疗。经过半年的治疗，这只台湾乌熊虽然正前脚互人刺激，毋过恢复真好，也肥12公斤。保育团队顶个月将伊送到户外野粪场，活动力真强。伊是暗时常常爬起树仔顶向外口看，可能是上森林咯。台东林管处表示，会评估状况最近野放。在兽医师团队的评估下，认为他的生理健康状态、行为适应能力，还有他的活动能力，其实已经都逐渐恢复到一个良好的状态。台东林管处表示，这只受伤乌熊是垦丁部落自主通报者得救，因为伫台东海端乡已经真侪摆发现乌熊，去年甲乡公所共同建立乌熊通报平台，呼吁当地民众若发现乌熊受困陷阱，就马上通报，抢救乌熊的性命。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埔里有一个做庙红爱师傅，号做柯坤阳，伊为着要听孙，佮去做一台3轮车，乘做因孙学行路的机器。市面的脚踏车是百种，但这款你绝对是无看过。南投埔里有一个阿公，为着要帮助因孙学行路，特别设计出一台巧妙的3轮车。我一孙啊，他早产，脑性麻痹，有较行路较袂拄好，我就帮伊做迄个辅助工具，互伊当学行的物件。了后我才想讲，花灯是毋是会使甲这结合？互花灯原来会行呢，所以我才用花灯的观念，因为我夫妻拢脚踏车一寡废零件就去组装嘛，我才甲组装，组装变做组装只恐龙。这台造型实在是真适拍，所以阿兄也足爱带小妹出来佚佗。阿公运用伊的专业技术，用主管回收的物件，甲伊斗起来，变成这台3轮车。这链就知这是后壁链嘛，看迄边迄链就是头前链啊，就知这梯尾架，梯尾货架，梯尾衣节啊，若懂得回收去甲用的时，就很好应用啊。不喜欢这台车？喜欢。喜欢哦。我喜欢兔兔的啦。你喜欢什么？我兔兔啦。你喜欢兔兔哦。尾巴会动，身体跟着动。因为因孙的脚无力，爱练行路，为了让因孙更较认真的练习，阿公已经答应要做一台土的脚踏车。阿公听孙的心，伫遮也完全展现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家热兰国中的自由车队因为停课，无法度去到学校训练。不过学校伫几日当前就和在地厂商合作，有打造一个线顶的软体，让教练伫咧停课期间也会当掌握到每一位队员的训练状况。俊峰，跟上来啊！俊峰。教练若骑自由车，若注意荧幕顶悬队员的练习状况。受到疫情影响，热兰国中的自由车队也启动线顶课程，利用网络软体配合训练设备，让教练伫停课期间，嘛会当掌握每一个队员的练习进度。可以很了解的知道说，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学生每天上来课程做了什么，骑了哪条路线，做了什么课表，我们这边都会有记录。
航方表示，这套训练软体是几年当前甲在地厂商合作开发的，毋若是练习落单，佫会当模拟爬架、落架的效果。另外，练习速度甲体能数据等，也拢会当出现伫荧幕顶悬，对教学训练有正大的帮助。虽然说疫情不可以出去，现在也不可以去学校训练，但是这样子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很像见面这样子1对1这样子讲，那个路线都可以慢慢去配速，然后虚拟的画面也很不错。国内疫情也未转好，全台学校停课，不过日南各中的自由车队配合训练软体，踮厝也是真拼死练习。佮参加线顶举办的全国自由车电竞锦标赛，也拢摕到袂歹的成绩。全台3级境界，每一位选手也是坚持训练，甲疫情的影响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非洲有一只专门找地雷的鸟鼠，这6年来伫甘布济找到71粒地雷、38粒微爆弹，功劳是真大。伫去年佫摕到金牌肯定，不过这只鸟鼠真也要退休啊！这只鸟鼠颔棍啊挂一面金牌，边啊一直一咧批。伊毋是电影《了死亡》的鸟鼠，是柬埔寨的少女英雄。这只非洲大鸟鼠叫做马加瓦，自细汉就和慈善机构阿婆婆训练执行英雄任务。6年来，伫柬埔寨少女行动成功找到71粒地雷，加38粒微爆弹，成果辉煌，救真侪人。饲养员马伦真满意的讲，马加瓦的表现无人通比，会让甲伊做阵工作伊真骄傲。去年，英国动物慈善组织也颁予马加瓦 PDSA 金牌奖章，肯定伊的贡献。BBC 报道讲，阿婆婆伫咧最近找到一批新的少女鼠，佮加上马加瓦年岁有啊，骹手无以前遐尼溜利，所以决定予伊公营退休，好好享受日子。根据 PDSA 的资料，柬埔寨有超过4万人因为去吸到地雷卡爱固掉，是世界上比例上悬的国家之一。专家估计，伫咧境内的地雷上最一个600万粒。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伫咧巴基斯坦这个所在，有一种真水的孔雀，叫做纳孔雀。所以因为当地这款所在长期伫咧可旱，纳孔雀也遇到生存的危机。不过透过保育人员的拍拼之下，纳孔雀总算会当继续生存了。不管孔雀是为了要找伴，或者是要甲敌人去行走，孔雀开屏的水，自古以来就互人类当作是吉祥的代表。巴基斯坦或印度边界塔巴卡地区的居民也同款，当地原本是纳孔雀的栖地，这几年受到长期过旱加森林过度错采影响，纳孔雀拄到生存的危机。और ये इसी वजह से तो यहाँ से माइग्रेट कर रहे हैं, कोशिश कर रहे हैं, निकल रहे हैं, कोशिश कर रहे हैं। जब इनको पानी मुयसर नहीं होता तो फिर ये यहाँ से निकलने की कोशिश करते हैं, पानी की तलाश में निकलते हैं और फिर ये वापस अपने मकाम पे नहीं आ पा सकते। 有关当局伫咧当地些保护区提供食物予孔雀，也有真侪会当渡水的水槽。伫咧温度较袂着到10到45度的打扫的气氛，或者是雨季因为气候变迁较无稳定时阵，就做北位载水来食。当地居民也斗相共保育，主动饲孔雀。6 साल से तो मैंने इधर से आए थे, देखा मेरा मिट्टी चर रहने वाला था, सारा कारोबार छोड़ के पक्षियों देखा, बिल्कुल परेशान देखा, उसके पास पानी नहीं थे, खाना नहीं थे, तो मैंने सारों का काम छोड़ के इधर से आया ये पक्षियों को दाना देना और ये मंदिर बेद भी बनाए थे। 即马当地孔雀的数量，甲10年前比已经增加5倍。孔雀就敢若是人饲伫咧田仔内面的龟共款，会当甲人类和平共存。伫当地印度教的信仰中，孔雀是圣鸟，孔雀开屏的水是大家拢喜喜的。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伫咧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遐有识得的生理人，专门伫咧偷掠巨笔长征的乌凯门国旗，而且因掠国旗的手段有影是真残忍。这个画面互看到了后，也引起众人的愤怒。这只正大只的乌凯门国旗，互拖车吊起来，并也有民众围个看。影片翕的地点伫咧南美洲的玻利维亚。顶礼拜，盗猎者伫咧东北部非法掠到一只乌凯门国旗，手法正残忍，用锁啊锁伫咧伊的颔棍啊，硬甲拖上花，搁甲伊分尸。Determinar de que tiene que aparecer de algún lugar el cuero, probablemente la carne quizás se habría distribuido, no lo sabemos todavía, esa es la hipótesis.
玻利维亚政府正伫咧调查这件代志。官员讲，乌开门烤鱼强要绝种，不准掠。因过有一寡地区民众爱食野肉，烤鱼皮佫会当卖，才会违法去掠。A la fecha tenemos en vigencia el Código Penal boliviano, donde se tiene tipificado el biocidio con una pena de hasta 5 años de pena, por supuesto, pero esto probablemente llegue a ser insuficiente cuando vemos este tipo de atrocidades. 乌开门烤鱼是碲嘴烤鱼壳内面较大只的，相当有6公尺，相当450公斤，住伫咧亚马逊盆地，分布伫咧巴西、秘鲁、玻利维亚等国家。1950年代因为流行烤鱼皮，乌开门烤鱼互人类掠真多去，再加上人类的开发破坏栖地，数量愈来愈少。公司新闻齐万玲编辑。下晡晡天气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对27度到31度，中部地区对28度到32度，南部地区对28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28度到31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5度到29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暗时7点咱再相会。